30歲加嘅香港 model 保持好狀態靠啲咩？唔需要好貴㗎，3樣我私藏嘅好物仔幫到你啦。咁我知道拼多多而家已經可以包郵到港，所以我都轉戰咗喺拼多多度入手啊。佢有新人專屬優惠啦，2位數一杯奶茶價錢就可以搞掂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睇落去啦。其實我做咗咁多年 model 咧，保養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㗎。例如我成日工作都要着高踭鞋啦，又或者寒冷天氣下又要着短裙短褲咧，佢會提早有露汗腿㗎，個膝頭會變得好易酸痛㗎喎。咁所以咧最近我就想買翻啲艾草貼用下，但喺香港商店買艾草暖膝貼咧最平都講緊40-50蚊啊，但喺拼多多16個6就10包，首次買仲可以減10蚊，即係話6個6就到手啦。佢一塊貼嘅溫度大約係50度，戴上嘅時候咧就會覺得暖暖地好舒服嘅，同埋佢可以持續發熱4至6個鐘。所以我咧每次用一塊咧可以敷晒兩邊膝頭哥，每邊敷15分鐘嘅。如果時間許可，我仲會敷埋個肚同埋後頸㗎，咁就用得唔好嘥嘛。10幾蚊就要做到1個月內每星期敷2-3次，好抵玩啊！同埋我最近成日覺得頭部好繃緊咧，就跟姑姑做呢個頭部按摩養生啊，咁就入手咗呢2樣工具，分別係經絡按摩梳同埋頭皮按摩梳嘅。喺香港買最平都要過百蚊啊，但喺拼多多咧30蚊都唔使就買齊晒2樣啦。而且而家新人登錄拼多多仲可以領取價值100蚊港幣嘅優惠券包啊，等於頭幾單一定有賺。好似我呢啲本來就唔貴嘅嘢，搞完係幾乎唔使錢，真係好抵啊！如果大家有興趣就點擊連結睇下啦。而用法都好簡單，先將乾爽嘅頭髮梳順，之後用經絡按摩梳按摩我哋面部同埋頭部嘅穴位，覺得酸爽就啱噶啦。然後用頭皮按摩梳按摩我哋嘅頭皮，每一個位咧要做20次，記得要梳到底喎。按完之後咧，其實真係會放鬆好多啦，同埋睡眠質素都會好咗啊。咁第日精神啲咧，做嘢都得心應手啲嘛。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中意用拼多多嘅，因為佢係一件包郵、單包郵、全站包郵同埋冇門檻包郵噶，同埋佢價錢比本地平，款式又多，字題點又多，仲可以免費送上門，好方便。大家只需要喺落單嘅時候揀集運，然後地址揀字題櫃或者字題點就可以包郵啦。新人落單之前記得喺首頁攞100蚊券包，有着數用得唔好嘥嘛。